創出世界啲，佢講愛親上帝，然後上帝答應愛，佢講愛托貼熱切愛驚嘅，嗱，所以要痛苦要白實要驚，親上帝，佢為隔你托貼，佢為帶你過，佢為隔通彩，呢度詩篇創出本世界啲，嗱，詩篇34題7節樣人講到，係啥定人欺負嘅，你寫上帝，上帝要疼你，佢叫世界，從世界白實，佢隔咧通彩，從世界白實，意思嚟講佢熱天要開路本世界。大世界係特性嘅路，嗱，詩篇34題18節人樣講到，義人係寫上帝，義人屬於信上帝嘅人，上帝認為自己對嘅人，錯嘅人，隨便佢下面睇都按到義人，佢就認呢本講 orang benar， 義人寫上帝，上帝要疼，上帝更加托貼，從世界嘅痛苦，從世界尊，從世界白實，從世界係受理，佢現代世界，佢開路本世界，所以呢個聖經講，佢更加托貼，義人求上帝，義人寫上帝，熱天上帝嘅義空要疼世界世界，世界求佢嘅，然後一個通彩，佢現代世界係真理，特性嘅路，阿門。